就来看新竹市长的候选人高虹安，才拄啊出来背会讲，伊的学历毋是造假，结果阁有人来压料，讲伊毋是八一女基队的成员。高虹安真生气，点出着伊当年甲八一女乐仪队这个同学做伙翕的相片，故意来开讲，可能是以前伊生了无真好看，对方认袂出来。咱嘛借这个机会，先带乡亲来了解这高虹安参加的机队，甲这个机队咧表演的时阵，里边乐机的机关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挂目镜留地头装，这是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当年领市长奖的相片，昨暝一波旧相片，另外一张是伊和机队的相片，笑容甜蜜蜜来背会体科医师苏淑华，黑白讲伊做假伫咧北一路乐基机队的经验。我猜可能是我小时候真的长得不是很好看，所以他认不出我吧。有影查某囡仔18变，最近高虹安一直回应压料，望大家奉献北一路的乐基队。手势咧穿青色制服的摆女乐基机队，常在伫咧国庆典礼典成果。真侪学生啊，拢想要参加这个机队，不过高虹安参加机队，旁边啊举旗的人，同款拢摕旗啊，到底争差伫倒位？咱找到过去的队长来解说一下。他们的演出不会把旗帜挥来挥去，毕竟那是很象征的一个东西。旗队他们的旗帜就是以色彩为主，透过舞蹈跟可能挥动这些旗帜去做演出。除了表演的形式不同款，乐器出场的人事上拢会穿经典青色机队制服，机队照场合设计无同款表演的衫，真侪种色水都可能出现，款式嘛加较活泼。一队演出99%的时间应该就都是穿非一队的绿色的那一套。那旗队他们会因应主题的不同去做变化。伫咧过去，想要去北一路乐基队，成绩和成员拢爱有够格。基队伫咧民国87年才成立，随时代咧变，即马标准嘛已经放零。若是有兴趣，拢会当来乘做乐基队的一份子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